即摆有人看到新的加油站，真欢喜。这是南投县北中寮地区，因为长期以来拢无加油站哦。为着要加油啊，你得要拼到20外公里以外的所在才有法度，非常不方便。即摆经过中寮乡公所的争取啊，新的加油站叫做龙岩村的加油站正式落成启用啊。 南投北中寮经过地方长期的打拼，争取到加油站，即马总算是启用。较近啊，较方便啊，较唔免行无油。像这我这嘛拢是要食铺草，要转杀草剂铺草食的，啊，即嘛真方便啊，唔免讲载明仔载后真正几啊工落载转来厝里放啊。大家如果有集中在咱这个北中寮加油，它应该可以永续的来经营。争取这个加油站的过程是真无简单，加在有政府甲民间做伙合作，才会当实现。乡长执政以来，甲咱这乡民讲，伫遮要开这个加油站，感觉非常的欢喜哦。咱北中寮的乡亲啊，嘛会使互大家以后更较方便、更较安全。加油站顺利启用，互北中寮7村的乡亲、农民佮游客了后要加油就加较方便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